所以我是讲啊，无阮就感觉是去食琴的，阮就选 C 三的。你就西沙，三 C 啦，山西产品。对，你就西晒，吼。请问乐琴代表台湾最重要的传统音乐文化，不过乐琴本地不是号这个乐琴的名，以早号做什么嘞 ？A. 弦仔琴 ，B. 白琴 ，C. 去食琴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嘿，紧来讨论哦。是乐琴是弦仔，弦仔琴，弦仔就是吼。弦仔弦啊，仔，白琴我都唔知影啥。套路教营对啦。哦，套路白琴，是个去食，会给你风险卖分开哦。哎，哈，来哦，加油哦时间要到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哦，来 A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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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B， 你是安那算是 C？你捌听过无？因为吼，较早咱看人咧念歌诗的，我来念歌咯，予你听，无要叫钱啊，迄叫做去食调，啊，就是弹即个有一点仔弹即个乐琴，诶，乐琴是乐器啦，乐器啦，啊，乐琴是人的名啦。哦，对无？乐琴啊，你莫甲抓白琴。哎，啊，这个白琴是人咧号路白琴是人咧考人咧过身，人咧共唱迄叫做号路白琴。松树的。哎，啊，这个第一个是弦仔琴，这我就较。哎啊，但是阮迄个拍鼓的、弄鼓的，伊是感觉是弦仔琴，因为伊对这个乐器较有研究。是。啊，所以我是讲啊，无阮就。感觉是去食琴的，阮就选 C 三的。你就西沙，山西啦，山西产品。对，你就西晒，吼，来这边嘛是西晒的，啊 B 两个，来，你今哥哥是安怎？你是 B？咱讲有实在迄 A 叫做琴仔，弦仔琴，琴仔琴唔是乐琴，迄叫做什么？弦仔，咱咧讲弦仔。弦啊，二胡啦，啊 B 跟 C 都较无法度确定啊啦，所以讲就平均甲分线甲分线，对，分线安尼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 A、B、C 到底是什么答案呢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 A 的C。来这边 C 有3条命，来这边 C 嘛是3条命，麻烦 A 啊甲咱 B， 咱是一个失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，来老师。啊，拢互迄坑遐讲了去啊，你讲了是正确的哦。拢是你，拢是你啦，无啦，就是讲笑，就是恭喜我啦，恭喜我啦，多谢。无啦，但是我是骗我细汉看迄个黄秋田人伊咧弹，啊，我是听人咧讲。对，就是古早有传说啦，讲就是有人吼要去迄个京城吼考试啦，啊，毋过吼怎半路怎迄个拄着贼仔争辩的吼，煞规身躯迄钱拢抢了，啊伊无怎无法度啊，怎流落街头，落尾伊怎想讲要安怎，伊嘛是爱讨食啊，趁钱啊，想办法搁去京城啊，所以落尾怎用简单的方式吼，其实乐琴的迄个构造算无困难吼，啊伊怎简单做即个乐琴的型，啊怎沿路安尼分啊念歌安尼就对，哪念歌哪分啊。街头艺人。啊，毋过这是传说啦吼，啊总是就是讲确实是定定看到过去吼，足侪迄个去食伫个分的过程，确实是拢摕乐琴咧迄落，所以较早拢会讲去食琴。啊落尾可能是感觉即个名吼无讲介好听啦吼，啊所以怎有人讲啊，即个月娘圆圆啊，会当真圆满的形，所以就甲号做乐琴，听讲是安尼啦。